歡迎嚟到阿平嘅生活頻道。以前喺香港生活，從來都冇諗過自己會揸車，更冇諗過自己會去咗一轉 road trip。喺加拿大生活嘅一年，生活重心幾乎都擺喺工作上面。喺女朋友強烈嘅帶領下，先會有今次旅程嘅發生。而家係我哋嘅 road trip 時間，你可以睇到佢有幾咁嘅興奮、青春、瘋狂、浪漫。旅程入邊，我哋瞓過酒店、車同埋我最愛嘅帳篷。好落雨啊！呢個時候。跟住扣手扣成。OK。呢個型喺度賣唔知使唔使咁貴？好似喺屋企咁啊！瞓多15分鐘。喺加拿大露營必須要去佢哋指定嘅 campground， 但並唔係所有嘅 campground 都係咁乾淨舒適嘅。加上勞碌嘅關係，我哋有幾晚都轉戰咗一啲嘅酒店或者 Airbnb， 而呢啲酒店同 Airbnb 都係靚得好誇張嘅。當我哋離開 Burnaby 進入 Alberta 之後，發現 Alberta 嘅天氣變化係十分之快嘅。左邊可以出緊大太陽，而右邊係可以落緊雨。一路由屈綠嘅山谷駛入雪白嘅冰川之間，發現已經有好耐都冇睇過一啲令自己震撼嘅景色啦。一路上我哋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動物，佢哋都只係靜靜地喺佢哋嘅領土入邊生活。日出而咖啡，咖啡簡直就係我哋呢趟旅程甜美嘅點綴。於我而言，解決衝突最成熟嘅方式一定係溝通。我哋而家去洗車，因為 road trip 咗一轉之後咧，加埋咧成架車都好多泥沙，所以而家要清一清架車再上路，咁嘅意思。睇有幾快就使幾多錢，越快咧就使越少錢啦。第一次接觸洗車嘅關係，我哋都感到好新鮮同埋興奮。
搞到好似小朋友玩水槍咁。唔知係呢度嘅 car wash 嘅吸塵機好弱，定係每一度都係咁？有經驗嘅你可以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當我感到焦躁、憂慮、無助嘅時候，我都會去跑一次步。我哋揸車到 trail 嘅起點，換好裝束，帶埋狗狗，就開始出發。今次跑山嘅經歷同以往跑山嘅經歷真係好唔同。望上去好似平坦嘅道路，其實都十分之陡峭，每一步都好似如履薄冰一般。急劇嘅攀升令到習以為常嘅越野跑變成一趟刺激嘅冒險旅程。而同行嘅女朋友亦都忍唔住錄下咗以下嘅一段遺言。Hello， 阿妹，我愛你。Hello， 我嘅屋企人，我愛你哋。而家係行緊個 trail， 睇下下邊。好彩最後我哋都平安無事地落返山。我亦都第一次喺落山嘅時候感受到好似有2倍嘅地心吸力吸我落山咁樣，每一步都踩得十分之沉重。去到 road trip 嘅後期，我哋對於揸車嘅感覺就好似畫面入邊我哋嘅表情一樣。因此最後10日嘅旅程，我哋決定將佢縮短為9日，最後直接連夜趕路返屋企，亦都遇到我哋呢趟旅程入邊最危險嘅駕駛經歷。喺飄住雨嘅夜晚，要駛過唔同嘅山谷，不過慶幸我哋最後都係平安抵達屋企嘅。如果會去 road trip 嘅你，建議你哋最好都係喺白天行駛，夜晚休息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我 OK 啦。好眼瞓啊你。